社區經濟個源頭就係嚟自咧有一句説話叫做社區問題社區解決。咁講就容易，咁社區嘅問題點樣社區解決？其中一個當然係創造就業率啦。咁我哋最清楚嘅就係咧，譬如好多嘅地區活動，例如每年嘅媽祖巡遊啊、龍舟節啊呢啲咧，其實都係咧唔同嘅協會同社區嘅人士咧去到合作，咁然之後辦咗好多嘅活動出嚟，舊區活化呢啲咧，全部都係咧社區當地嘅人咧先至知道邊啲係舊區，佢文化價值喺邊一度。尤其是去到西貢咁好多臨海嘅歷史，譬如官渡嗰個萬宜水庫啦，即係呢就係官渡門嚟嘅。咁佢嘅官渡意思就係咧，真係啲官船喺度維修之後咧，就喺度過咗去咁解嘅。咁呢啲歷史咧，其實係當地人先知道。咁點樣活化佢哋咧？就係社區經濟之一。咁同時因為咧，佢會創造就業，佢都擺脫唔到咧，係需要一技之長去到參與社區嘅工作嘅。咁喺呢個情況，佢創造嘅就業咧，比較多嘅會係一啲短期嘅合約啦，或者兼職啊呢啲。咁等於咧喺社區度咧，每一個人收入唔高嘅時候咧，佢多一份嘅收入來源。咁呢個情況咧，就好比中國嘅農村經濟一樣，農民佢可以耕作有一份嘅收入，足夠食飽飯啦。咁然之後咧，佢可以咧，譬如一家屋企其中一個成員去沿海打工，多份收入補貼屋企，或者房地產最熱嘅時候咧，好多嘅農戶喺耕作之餘咧，開做保安員啊，看住啲汽車啊，或者簡單建材啊，幫手飼養譬如狗隻啊呢啲寵物咧，幫手看住啲嘢。咁呢啲咧，全部都係咧社區經濟或者農村經濟咧帶來多一份嘅收入。咁所以社區經濟咧，主要係為每個家庭咧多一份嘅收入來源。咁佢依然咧對技術有要求，譬如爬龍舟咁，當然一定平時有鍛鍊啊，呢啲氣力要足夠啊，同埋個人中意運動啊呢啲。咁再加上呢個精神就係咧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咁樣情況底下咧，先至能夠保持一個社區嘅和諧嘅。咁喺西方咧，其實都係有嘅。喺最早嘅時候，希臘3個哲學聖人咧都已經提過噶啦，幸福感呢一樣嘢嘅。咁佢哋咧就用至善作為價值，通過德性咧嚟到實現。咁呢一個咧喺東方幾乎都係一樣嘅。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社區經濟。所以個重點係佢係創造幸福感，或者幫人過幸福生活，而唔係去跑 GDP。一個城市當然繼續要跑 GDP， 而去到地區經濟嘅時候咧，佢圍繞嘅係一個幸福，呢個先至係社區經濟嘅重點。咁邊啲係有待金錢觀呢？即係話社區經濟以外嘅，或者會災難性帶俾社區經濟嘅咧，嚟拜金啦、享樂主義啦、極端主義啦，各種嘅消費方式啦。社區經濟好處就係咧，佢10蚊又係咁過，100蚊又係咁樣過。咁呢個先至令到咧社區穩定，同埋咧政府每一份嘅補貼咧，或者叫做多一份嘅收入咧，佢都係幫到佢哋嘅。咁另一方面就係咧，一個人因為有呢啲嘅社區嘅活動作為補貼咧，其實咧佢係令到一個人保持一個永遠正向嘅心理學所講嘅一顆正向嘅心。咁呢個係譬如每年香港嘅選舉啦，咁社區裏面咧當然都有啲義工啦，咁出去幫手競選啊選舉。咁好多時咧，你唔會係完全零報酬嘅嚇。咁好多時咧一齊食下飯啊，飲下啤酒啊咁樣呢啲咧，咁呢啲都係促進咧佢哋幸福生活嘅日子嚟嘅。咁譬如咧，香港好著名一間 NGO 亦都提出咗咧正向心理學嘅幸福5個元素出嚟。咁其實咧佢哋嘅初心都係希望咧能夠每一個人咧過好呢個幸福嘅生活。咁呢種嘅思想咧，正正就係社區經濟嘅思想，而唔係追求一啲咧無上限嘅 GDP。咁一個國家一定係需要一個 GDP 噶啦。咁而咧唔可能全國嘅人民咧都去跑呢一個無上限嘅 GDP 嘅。譬如農民同金融嘅，咁就已經係好大嘅落差。冇可能要求農民嘅人咧採用金融人嗰啲嘅人才嘅同一個競爭力噶嘛。咁譬如香港為例，好多嘅原住民嘅聚落嘅地方，譬如大嶼山啊、西貢啊呢啲，咁唔可能要求佢哋好似中環啊、金鐘一帶呢一種無上限競爭嘅 GDP 噶嘛。咁喺啲情況底下咧，我哋需要嘅就係跑幸福感嘅生活。咁咧亦都有呢一啲嘅圍繞社區經濟嘅產品嘅，譬如有好多呢啲嘅團旅行團係通過社區去辦嘅老人團。咁呢啲咧佢哋唔係去買物品，佢哋只係購買咧幸福感嘅體驗，同埋一個咧值得回憶嘅美好回憶。譬如個自拍一張相放上去，而佢唔係好似而家大多數咧去啲好貴嘅地方，為咗打張 IG 卡俾人睇，佢
佢哋咧係啲簡單嘅生活、團體嘅生活，然之後咧分享出嚟，佢哋保持一個社會嘅 networking。而最重要嘅係價錢一定要係199、299左右。咁呢個咧就可以咧用呢個價錢帶嚟幸福感嘅。咁然之後，最後我哋明白一樣嘢，個個而家都係普世價值、核心價值啦。幸福就係最大嘅普世價值，亦都係最大嘅核心價值，因為佢幫助我哋克服到逆境，同埋咧幸福咁幫我哋提升生活嘅品質。簡單到能夠一日只飲一杯嘅咖啡，或者屋企沖一杯 cappuccino， 外面飲當然係好貴，係啦。咁如果喺屋企度咧一部咖啡機自己沖嘅話咧，其實幾蚊就可以沖得到一杯咖啡。咁每日咧享受。咁當然啦，每個屋企都有啲咁靚嘅窗外嘅環境啊，戶外嘅環境俾人睇㗎啦。咁而咧一張舒適嘅 sofa， 咁有個窗望下出邊，或者喺一個公園裏面，係啦，安全嘅環境底下咧，自己坐喺度享受一個日光，咁呢都係啲幸福感嚟嘅。咁同埋咧有好多生活上面嘅細節，都係可以增加自己幸福感。例如做一啲小嘅甜品啦，沖杯好嘅茶俾自己啦，呢啲咧都係有好多社區裏邊嘅活動促進幸福感。